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九龍豪宅嘅 Henry。今次同大家介紹呢個單位就係泛盛達道嘅雅芳園啦。咁呢個單位位於一個高層嘅 F 室，實用面積684尺嘅3房單位嚟嘅。事不宜遲，我哋而家睇下。入到門口就係一個客飯廳嘅位置啦。咁然後客廳都係一個較為方正嘅設計啦，適合放一部大電視。然後窗口望出去係東北邊嘅景觀嚟嘅，然之後飯廳都適合放一張4人飯桌。之後我哋去廚房嘅位置望望，廚房配備咗明火煮食，同埋有個窗口透光位。之後呢一度就可以改造成一間功能房或者儲物房嘅。然之後呢條走廊連住3間房同埋1間浴室，咁睡房都足夠放一張嘅雙人床，而且空間就非常之乾淨嘅。咁第二間嘅睡房就配備咗兩邊嘅窗口位，然之後浴室係一個明廁嘅設計，配備一個通風嘅窗口。然後最後一間嘅睡房，同樣都適合放一張嘅雙人床。我哋咁睇住咁多先，如果有任何查詢，歡迎致電69077297，我哋下次見，拜拜。